Hello，早晨，大家好，我係西老師。咁呢一節咧，我係會講一講咧，點樣去分辨飲咗牛奶嘅乳糖不耐受導致嘅肚瀉，定係腸胃炎，可能係細菌超標導致嘅一個嘅肚瀉，又或者咧係過敏對牛奶某啲成分過敏而導致到嘅一啲嘅腸胃嘅不適。咁希望你會喺當中學到啲嘢。咁話說咧，琴日咧我就即係出去做運動兼要去訂咗貨攞貨咧，咁喺等嘅時候咁有啲肚餓，咁就買咗一包牛奶。咁嗰包牛奶咧就佢嘅到期日咧係去到6月16號嘅。咁我買嘅時候咧，佢係冰凍嘅，咁即係佢保存得好啦，亦都未到過期日啦。咁所以咧，我就喺等攞貨嘅時候咧，就喺度開咗佢，慢慢等佢冇咁凍啦。因為太凍飲落去咧，腸胃好容易出事嘅。咁呢一個係大家要注意嘅。咁我所以咧就小口慢慢飲。原因咧，我係讓嗰啲奶咧同我口腔裏邊嗰啲嘅口水唾液可以起到啲作用，因為口水裏邊有一啲咧可以幫助去分解呢啲乳糖嘅一啲嘅成分，所以咧小口飲，唔係好凍嘅飲，係會減少對凍嘅牛奶同埋對牛奶裏邊嗰啲嘅乳糖嗰個嘅不適嘅。咁做咗呢啲之後，我就慢慢飲。喺度等收貨嘅時候咧，咁不知不覺大概半個鐘度啦，我用咗成半個鐘飲一細盒嘅牛奶。咁一般嚟講，我係冇問題嘅。咁飲晒之後，我又繼續等收貨。咁跟住攞咗貨返到屋企之後，我就開始肚痛啦。咁再過多大概1個鐘咧，就開始肚屙啦。咁呢一個情況我就去分辨啦，究竟我係乳糖不耐受而肚痛啊，定係我過敏啦，定係嗰盒奶仍然係我過去嘅經驗，呢一個品牌我飲親都係會腸胃炎嘅咧。咁點樣去判斷咧？如果係過敏嘅話咧，佢嗰種咧係會一入胃你就已經有一種好脹胃，甚至你即刻就已經想嘔，成個人會有啲飄下嘅不適感覺。因為過敏咧係你嘅身體嘅一個記憶。你好快你就會即刻辨認到佢，即刻你嘅身體就會有一種排斥佢嘅反應。咁一個如果喺腸胃道嘅過敏咧，佢最快脆嘅就係喺你入去嗰個位置嗰度收窄個食道，唔俾你入。可能你飲幾啖，你已經即刻就好似好唔想飲落去。你夾硬飲落去之後，佢就喺個胃嗰度脹。其實係佢脹咩？唔係啊，其實個胃佢想揦落去，想逼佢嘔翻出嚟，所以你感覺係脹，其實咧係個胃揦住嗰種感覺。咁呢一個情況咧就係你嘅身體排斥緊呢樣嘢，想用最快嘅通道渠道距離去將佢排走。呢個就係上半段你就會想嘔，甚至你真係會嘔。咁呢一個咧係你嘅身體一種自我保護。對呢樣嘢咧，你係掂少少，你嘅身體都覺得係有風險嘅。咁呢個都可以視為一種過敏嘅反應。咁如果你話我嘔唔出，佢一直落腸胃，咁佢可能跟住就係會用下半段嗰個嘅排走方式，就係會肚屙，盡快排走佢。咁如果係有剩低一啲嘅身體排斥嘅一啲嘅成分喺你身體裏邊咧，咁佢就會引起免疫反應，可能跟住你就會起風疹啊，跟住你就會周身痛啊、腸胃痛啊呢啲咁嘅情況。呢個係過敏。咁如果你係對乳糖不耐受嘅話咧，通常個胃飲落去嘅時候係冇事嘅，去到小腸開始佢就開始個肚囉囉攣啦，去到大腸身體發覺我應付唔到呢隻奶，佢消化唔到呢啲乳糖，咁佢就會開始咧啟動嗰個排走反應，咁跟住佢就會屙。咁呢一種屙咧可以係屙得都有啲人係屙得幾劇烈嘅，會噼哩啪啦咁樣屙出嚟。咁但係有部分人咧個反應唔係咁劇烈嘅話咧，佢就會係咁少不停咁屙啲爛屎。咁呢一種情況咧就係佢只係屙2-3次或者甚至1次，佢排走咗大部分呢啲嘅含有乳糖佢唔接受嘅牛奶咧，佢應付唔到消化唔到牛奶咧，
咁佢屙咗之後就冇嘢㗎啦，個腸胃好快脆，可能半個鐘一個鐘，或者甚至可能屙完一次佢就舒服咗，因為佢目的個身體就係想排走呢一種嘅東西，因為裏邊有佢消化唔到、吸收唔到嘅嘢。咁當然啦，其實佢吸收到啲蛋白質啊，佢入邊其他嘅一啲好東西嘅，但係個乳糖佢吸收唔到，佢冇辦法可以將佢即係逐步吸收、逐步排走啊。咁佢就唯有唔好意思啦，全部同你屙走佢啦咁樣。咁呢個咧係乳糖不耐受可能會產生嘅肚屙或者腸胃不適。但係如果腸胃炎就好唔同，如果佢入邊係有細菌超標，譬如佢嗰個殺菌過程，哦係啊，你好啊，係知道，陣間餵嘢俾你食，係，哦，我知啦，陣間，唔好意思，繼續錄埋落去。咁咧就嗰個係講緊腸胃炎，腸胃炎咧係因為細菌超標，呢個細菌咧佢可以入到你嘅腸胃裏邊，佢會喺腸胃裏邊產生毒性，又或者淨喺牛奶裏邊佢已經產生咗大量嘅毒性。咁如果佢喺牛奶裏邊產生大量毒性，你一飲落肚，你個胃感受到呢一種嘅毒嘅物質，佢就已經會啟動呢個排走反應，就會話好劇烈咁樣嘔嘅。咁呢一種係食物中毒類嘅一種嘅嘔吐反應。咁如果佢未至於喺牛奶裏邊已經大量有毒素，或者毒素未有好多，咁佢跟住落到去腸胃開始小腸、大腸啦。咁刺激到我哋身體，佢喺一邊不斷繁殖細菌，咁我哋身體檢測到啦，發現到啦，咁就會啟動呢個肚屙嘅反應。而因為呢一啲嘅細菌，佢會產生一啲嘅毒素，呢啲毒素會刺激我哋嘅腸黏膜，咁我哋嘅腸黏膜咧係會有一種特色性嘅一種反應，就係間歇性抽動。咁腸胃炎我哋最容易判斷咧，就係佢係會一段時間咁樣扭你嘅腸，咁呢一個咧，佢嘅扭動咧係可以牽涉到由去你嘅食道去到你嘅肛門，全部都有呢種嘅扭嘅反應。咁呢一種扭痛，跟住你就會想屙想嘔，屙完之後或者唔屙都好，你忍一陣，你俾佢扭完一段時間，佢會平靜可能10零分鐘、20零分鐘，跟住佢又再扭。咁如果你係屙走咗一部分呢啲會刺激你嘅一啲嘅東西，譬如呢啲細菌超標嘅牛奶之後咧，咁佢就會平靜耐少少。咁好似我琴晚咁樣咧，由最初佢每5分鐘扭一次，扭到我好痛，咁慢慢跟住我屙咗2、3次之後咧，咁佢慢慢咧，佢嗰個扭痛嘅距離就會越加越疏。咁到我由下晝4點幾飲牛奶，我大概6點幾開始出事，咁然之後一直痛到凌晨4、5點。咁不過佢嘅痛咧就由好頻密，慢慢越加越疏，由最初屙到話大爆炸咁樣屙，咁後嚟咧就慢慢即係屙少少咁屙清啦。咁我由6點幾開始唔舒服，一直去到凌晨成4點鐘，我都冇食嘢。我由得佢，淨係飲水，補充水分，補充電解質，咁等個身體補充水分，因為肚屙流失咗好多水。咁中間因為佢真係扭到我太痛，咁所以咧我都食咗少少一啲嘅對呢啲腸胃炎有幫助嘅中成藥。咁因為呢度咧就唔方便咁樣講啦，免得大家亂咁食。咁如果你想知道我常用家居備用同埋我真係出 trip 嘅時候，我一定會帶去嘅其中一個中成藥去應對呢啲咁樣嘅急性腸胃炎係一種咩藥咧？你可以喺下邊留個 message 話你想知道腸胃炎應對方法咁樣，或者你留一個好慘嘅樣喺我嘅 message 下邊，咁我就會逐個覆返俾你，免得呢度啲媒體有陣時會block 咗成段片唔俾我出。如果我講咗呢啲咁樣嘅藥嘅成分，咁希望大家知道點樣分辨一個腸胃炎同乳糖不耐受同埋過敏嘅牛奶飲咗之後嘅反應。咁希望大家都冇好似我咁樣嘅經歷。好，我係西西老師。